台南市长黄伟綽甲立委陈廷辉等侪位贵宾做伙踏迎春联，替新化年会大家的活动暖心宣传，嘛祈求胜利兴旺。今年以金美迎春过新化为主题，将强化在地特色，和游客体验无同款的年会大街。最近几冬来有足侪所在拢办年货大街，但是人开机的是伫新化所以大家知影新化年货大街已经是打出知名度，而且事实上伊当年节目拢愈来愈翻新。经发局挂保证，今年活动内容相当丰富，除了规划150搭美食甲年会夜景大位之外，嘛找来知名文创市集，搭配着整体年节光环境布置，延长营业时间到暗时9点。另外，还阁邀请金曲歌王施文彬以及40外组演出团队，经头摆甲台南购物节结合抽大奖，借着互相两边的人气互相拉抬，两边的奖品也互相加成。所以说，新化年货大街有年货大街的奖品，台南购物节有购物节的奖品。所以你只要来新化年货大街消费，然后再去台南购物节网站登录，然后就能够参加两边的抽奖。活动时间对2月10号到15号连续6天，伫新化老街以及大马港广场周边停场，唔但带动地方商机甲观光人潮，更互市民朋友感受年节氛围。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